你是。哎，休得客气，我也不请自到。这三兄，分别你老小子啊！这三兄，请坐。我早些收下了。与你好久不见，思念甚深。今次到此，是小弟谁茶访外呀？都城挂念，不知领导老夫人可好啊？家母十分讲究，不知这兄府上可好？托福，托福。哎呀，小子呀，你家里越来越穷了啊！穷得你啥都拿不起了。家虽清贫，后亦自此。再不缺啥货，远道而来，为我连茶都不敬啊！哎呀，这兄实是厉害，难怪人家称你是洞里的出力手。哎，我这条说啊，只要外人不伤好人。与你生娃倒真的忘了，今儿就祝大爷送茶。是，慢来慢来，下得上来，第三位进非但口渴，而且服众敬我。拜举是。哎，这才进了兵子之道。不过来得匆忙，非正大苏州得餐，倒先请教你杭州酒菜了。孤交酒语，何必客气？掌柜，掌柜，相公举备好，拜上是。请。这兄，今日我们来过，不在不许。好，不在不许。丢却心头烦琐事，一个不嫌再要子。请。这兄，这远红是何啊？好酒，好酒呀！哎，小子呀，你我各饮3杯。好，3杯就3杯。今儿就祝大爷请举。是。请。小子呀，进来做小妾。此举是为？那你的婚事呢？哦，苏金刚腾涌，远可不着脚。哎，还没有着龙啊！那定是有老大爷在婚姻簿上把你的名字忘记了。依我看呐，你还是到舞台上媳妇为生说了。哎，休得取笑。请。我不但上一曲，一首酒席。今儿去琵琶来是。我知作兄先听后曲。哎，我得知道书不精通，悉听作别。这样说来，我是在带牛他了。须作别意，夸夸当来。傅大爷，请叫我家相公带你去早进出塞，可好？哎，好，好。
为着要梦。本必与姐姐明文言，小马与我一般言。家母还是掌上针，十丈背半玻璃粉，他11山上传中兵，呀杀不要名归。只因家母是年生，终日夸欢理不停，稍稍他见我姐弟是貌相似，就叫我乱扮女装骗娘亲，从此以后成了名，这美人山是转变行，走成。乱扮女装分不清，此事令人不可信。不是文凭夸大口，你满身障碍也难分。看见是这二文虚，你不管当当马背人。一摸老左这双眼，管教你的是血缘，听你这双尽是眼，我立在你面前也看不清。我要是立在面前认得清，哪怕在神中之中将你杀。好，今夜针锋元宵，假使灯火辉煌，你可管在这神群之中一死。好，一个地方。三月台，三月台就三月台。老左，你先引一步，小弟我该办后就来。好，慢来慢来慢来，小子呀，要是我生出了嘛，你别这样啊！莫非老左有意当赌？赌个小小东道，属性啊属性。你要赌什么？分银100两，错了可不是啦！金元结账。好，老左，今夜三月台上请。小子呀，趁早办好，赌到结。慢来。
金儿啊，三月台在哪里？朱大爷，这里就是三月台。好，那我们就在这里等着。三月台上灯火辉煌，小子一到必定原因必露。朱大爷，快来看，那边又来了一对灯。朱大爷，朱大爷，朱大爷，有这么好的彩灯你不看，你在想什么呀？哎，金儿啊，你说你家公子男扮女装，你说我朱大爷认得出还是认不出呀？照我看啊，几种认得出啊，认得出呀！朱大爷，我的话我没有讲完呢。那你说下去。照我看啊，几种认不出。我已见得。朱大爷，我家相公男扮女装，连我家老夫人都认不出来。哎，更何况朱大爷你的眼睛也不太方便。哎，金儿啊，你先到台下去等着，等你家公子来了就来告诉于我。朱大爷，我家相公男扮女装，我也认不出来呀。你跟在他多年，总比我好些。朱大爷，去快去快去！认出了个重重有伤。朱大爷，谁要你的伤？哎，我还是江先生不完，是故事到台下看灯去。呀啊！行。金儿你来的心，在我心不定啊！三月台前人世上，前期后用真关灯。我天生一双金丝眼，怎能认出最分啊边？
到哪里去了？这位大嫂，请了。毕竟人龙找女生，倒也有得想上分。让我也与他开玩笑。这位大嫂，你是在找人啊？找谁呀？管你什么事啊？我是来找我。找你？是啊，我在3月台上已经等候多时你了。在复习些什么？心照不宣，果然道理明白。复生，衣冠楚楚手里忙，肤色八高我颠倒，18年你年纪老，双冠举办听不上。还想用官府来喊我？双冠举办我不怕，都是你乱扮女装才报销。谁乱扮女装？忙来到雨上分享，这是年纪太老，这样那样最美人，过来多像最老什么最老的？谁认识你？你不认识我，我认识你呀！好了，100两银子拿来吧。 100两银子。大丈夫们跌到那脖子去，四边什么银边银，玩着什么糊涂啊？我看你这人真是疯了！就这么疯了呢，我也不放过你呀！你再这样，我要叫声了。铃声，铃声，娘子，你到哪里去？铃声，我在3月台在等你，此人毫不道理，他要我100两银子。这位仁兄，请了。请了。娘子，我看此人和书生模样，不像外人。你这书呆子，方才他明明要我100两银子，你还替他说话？这位仁兄，刚才都有得罪，这下赔礼。好事。娘子，我们还是到那边观灯去吧。真的不是小子呀！难怪君儿不来告诉我，为好，险些闹出事来。什么眼睛，连男女都分不清。他只求问人心中有数。好了，100两银子拿来吧。啊，100两银子？我问你素不相识，什么银子不银子的？快让我走！快让我走！哎呀，来人啊！娘子，你怎么来得这样晚？我在这里等你，此人语无伦次，什么乱
此人多多顺顺，听说不是好人，看我教训教训他。眼睛不闭，眼睛不闭。这里东湖会王又不是瞎子，分明有意挑衅。是啊，这里东湖会王，你又不是瞎子，分明是有意挑衅。孙见官去。相公，相公，看他这个样子，不像是个外甥，你就放了他吧。这位大气说的有理。好吧，那就放了他吧，我们快登去。好，下次再过，听不清楚。此次语音，是为下次。娘子，我们走。多谢这位大姐。不用谢，不用谢，下次看人可不要四次落马。是。哎呀，小姐怎么晚不来呀？我早就来了，只怕你认不出来。莫非她就是小姐？见错之间，引以为戒，不可辱嘛，需要小心。小心呀！他没有神策，带我追上去。看那吉大若身，身子相诺，定是小贼。上是小贼的人名字，岂会出来传家？不可能嘛，需要小心。他万没有神策，老左这东道你说定了，带我再追上去。哎呀，你这位大姐呀，这就是你的不是了。我娘到哪里，你挤到哪里，是我道理呀。咦，3月台内宫中之地，你能看得，怎么我就不能看得？好，你看，今夜算我桌子上倒霉。桌子上？哦，莫非你就是素在大名鼎鼎的桌子上做大爷呀？呀！小女子真是有眼，不是泰山，失敬啊，是失敬。奇怪，请问姑娘是？周大爷啊！小女子家住在青楼房，想个最佳一书香。弟弟开设对妇言妇女，相依度时光。只因我容貌像真相公，在家门中常来往啊。你就是对妇年的。徐大姐呀！难怪是吃米说。这一想可没有神抽。周大爷，你为什么不与周相公同来？他这个去了。徐大姐啊，你时常走出周家，可知道周相公男扮女装啊？你说的是周相公男扮女装吗？是啊。这件事我是知道的一清二楚。
话是我插上，一帘脂粉与我嘛，两条绿眉是我画上，上下衣裙与我穿，左右白纹是我戴上，莫色相邻人不测，就是那亲生娘也难分别风雨光啊！你知亲手来穿戴，定能审查在模样。我是许大跨海口，我要审他一时反常，谁来骗你呀？也许大气啊，与你这是了吧？真像今夜伴女儿长，要我当面审情伤。这段我感情我必当，恳你大姐来帮忙。少得他上多次来，请你对我冤家。这种事情我不管。哎，是这样下你，嫌我什么样？下你因此我善良，一言为定。我是也好，啊呀，徐大姐啊，你既然答应了嘛，就该仔细瞻望啊。不用急，不用急，我啊坐在这里了眼一闭，就知道他来与不来。哎呀，徐大姐，想不到你还有这套本领。哎呀，周旋风来了。哎，在哪里呀？他在北京。哎，怎么没有啊？他已上了北京。上了台阶。哎，怎么还是没有啊？他已靠近你的身。怎么还是没有啊？老左，小弟我就在这里呀。小子呀，想不到你个这男人呀，真是当之无愧。老子过别下风，过别下风。老左，啊这公道你是了。我老虎来了，我老虎来了。小弟们啊，哟，挑几个美貌的姑娘，接大爷抢两个为夫。是。哦，哎呦，大爷，光天化日之下，尽管强抢民女，还不与我仔细？好一个婊子的姑娘，背呀妹，背到虎口难我的妹，妹儿一妹，真是十不完的没有。大爷喜欢了，我们抢他回去。来，不要想为了姑娘，放了他们。是。走走走走走走。姑娘，你
姓什么？我姓许，许什么？我叫许堂。这声音听来好似刘老文音。家住哪里？去我房，为我一生出来看灯。愿与表兄同来。那你表兄呢？他困得聚三两。喂，笑什么？姑娘不必担心，我乃兵部尚书之子王天宝。杭州城里财神不知哪个不晓，姑娘不妨随我回家，明日派人送神回去。奴家不去。来呀，有包夫之姑娘为夫。是。我家相公呢？他已来不了。是你？那叫王老虎抢去了。啊，他是哪般女装的呀？这瓜他扮得太像了。这叫我手向老夫人交代呀。你小贼莫夫分罪，我怕脱不了身罪，我们回家去。周大爷，要是王老夫一三五四把我家相公送官举盘，那怎么办呀？家丑岂可为呀？娘他也不管教，走，我们回家去。周大爷，要是我家相公今夜不回来呢？明日登门拜访，来他个里应外合，闹他个鸡犬不宁，叫王老虎下不了台。走，等夜不过了，我们回家去。低声一笑十三问，为首一看落趴笑，第十最亲那红烧苗，四大金刚耶稣当官美人儿啊，你为什么见我避而远之啊？我怕你，怕我？怕我什么？我不是同你一样，遇眼睛，遇字无力，遇不对，遇什么好怕？人家都说你是老虎，老虎是要吃人的呀。哪有穿着衣服的老虎啊？就是这种衣冠禽兽，可怕！哦哟，这话倒有些厉害哦。大爷，人难些，人难些，人难些。最稳定啊，有一语。
面太夸耀。哎，正所谓千里姻缘一线拉牵，天赐良机太凑巧，三月台相恰巧，元宵灯哎，祝月老哎，我与你从此配成鸳鸯娘。风唱风吹，哎呀龙逍遥，哎呀龙逍遥。说什么从此配成鸳鸯娘？我看娘老虎要变为糟猫。他一家父权势高，弟弟为官才当朝，我母亲趁随房山来高峰，补天宝才呀孤身。哦，马凤呀，真是走不噶走进四不叫毛贼。我吃的是龙冠，穿的是凤袍，吃的是高楼，换的是黄标，也是你个口出没语尽思绪，今生交上了好运到哎。大爷呀，我家地来你家高，同王夫妻是配不了啊。大爷，你没多巧啊，天大的事儿不计较。王彪，快快吩咐下去，挂灯结彩，办居设宴。大爷要与许大姑娘拜当正亲才是。哎，慢来，我话都还没有讲完，怎么就被当成亲了？那你话句夸奖吧。是。那也是恩高义高，情啊义高，我许他天上的心肠一动搞得我他是做什么生意的？
噻啊！是啊，我王家四大门的高，我怕区高登喇叭。他管心事找上门，我送他见官去送啊老。个滚个板子靠，呲啷一条连条头上套。管他3年再从军，叫他一命赴阴曹。从今日一跳出地狱登天堂哎，我与你把头同到老，同到老大爷，王彪，在话吩咐下去，挂灯结彩，白居设宴。是。哎，慢来，我望一望。哎呀，我来打狐狸嘛，侬来打死狸。王彪啊，小人局长在这里，那你话就快讲吧。当在城里谁不晓，大爷的名声不太好。深深城里是王老五，一见女生就脱了袍，头是面上心是皮，莫须讲家了谁要上一炕。王彪，才欢送。是。好。哎，大爷，等。姑娘请。许大姑娘呀，多情公子望天宝哎，天上菩萨也知道哎，举子是人生老成，从不策划哎野草哎，身心体贴多文人。不发胡来不气恼哎，你说当我不还手，你说骂我会笑，嘿哈哈。你真这么好？你啥不行？你可问王彪，王彪，你说我说的对吧？哎，对，吴家大爷，哎，说的对。我恰不信，常言道眼见是实，耳闻是虚。好，你啥不行？我可以当着你看。大爷啊，你往日的护卫到哪里去了？哎，女人家就喜爱这一套，等到了手再做道理。你去，哎是。哎，慢来，我望一望。哎呀，你怎么有那么多的话？先背堂后讲话，先讲话后背堂，先背堂后讲话，先讲话后背堂。王彪，去死！哎呀，王彪啊，那你就站在这里，你话就快讲吧。是。
那么好。凶臣他都知道，真有15出辕门，半路一定为女强盗。真有15数反算，海上一定会起风暴，上山要落瓦家沙，过湖要断脱木桥，马田中年长把草，烧要被天呼烧哟。生意长大要乱道，要乱道的要金库庙，真情更是不得了。新郎是头昏眼花，手脚抽筋，不到三招要命送了。大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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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那么厉害呀？是有些怕生。那一年之前，一幕之前要等明朝，明朝那今夜，今夜先送我回去。今夜明朝，明朝你再派花轿前来迎娶我啊！今夜你就在东蜀王牵手一下。我也不是害怕，我叫杨万陪你。明朝我就是你的夫人了，我不要他们背，我要回去，我要回去，我要回去。晕了！今夜你去在我妹妹房中牵手一笑，可好？你妹妹这下可不委屈你了，他妹妹去迎生的桥，
王彪，快照登带路，送着小妻归来。是。妹妹房中灯火危险，想必上边恶贼，带我带她上里去。慢，想我妹妹为人严正，我上毛刷草里杀她生气，那还了得？不是昏出兰香，问过明白。兰香，兰香。小姐姐，你不去上班，跑到小姐闺房里来做什么呀？兰香，你家小姐在做什么？小姐嘛，正在吟诗作画咯。好极了，等我带她上里去。慢！咦，这位姑娘是谁？给我骗她一骗。兰香，这位姑娘困得迷路，我想令她在妹妹房中解说一下。话一声明，让我们上里去吧。慢，大爷，你只要冒充上来，要是小姐乖乖下来，我可担当不起哟。你们在此稍待，带我去禀报小姐知道。切，哪来这许多规矩？姑娘，来，王彪，站等。
妹呀，妹妹呀，妹妹，姑姑，深更半夜你来此作甚？妹妹呀，玉叶姑娘困得迷路，我想留她在妹妹房中寄宿一宵。定是他又把良家妇女抢来。娘欲哭，神欲讲，为何要向我家说？此事实被妹妹知晓，妹妹她听说不已，得我骗她一骗。啊，妹妹啊，方才姑姑去看花灯，见一位姑娘哭哭啼啼，好伤心。姑姑心中苦不胜，追上前去问原因，说是表兄被困灯追13，回家之路甚不轻，一又怕人送他去，夫人也个怒目难移，因此我留他此一厢，放妹妹的方面夸大我看你呀，莫背上担心，有点靠不住。妹妹啊，我实是把他抢进门来，为啥要带到你妹妹房间里向来呢？喏，来，快来见过小姐。见过小姐。既算是此，那就将他留宿在此。多谢妹妹。姑姑，时不早，你可以下楼去了。妹妹啊，她是个乡下姑娘，不懂礼貌，你要好好照顾照顾她啊。哎，妹妹啊，明日一早我会亲自上路带她下路，你千万不要让她一个人回去啊。来向宋大爷。是他也亲。兰香，是有这位姑娘干嘛安心？是姑娘随我来。仗剑转来路过山，元宵灯符有一层，年月是三去不返，空待明月潭中神。见小姐房中灯火通宵，莫非她还埋于万岁？替她看去什么？见那姑
还是让我回去吧。哎，姑娘，夜已深了，怎能去得？反正我也心绪不宁，我们还是坐下来谈谈吧。就当上小姐。哎，这有何妨？姑娘，请说啊。姑娘，你家住哪里呀？小姐呀，十元不元，金不金啊，离此也有3里。妻我方太太不地，早把轿子许龙心。我叫许大28，此经上衣配婚姻。小夫人家少离你，生娃不怕难为情。一层光阴一层金啊，曾经难冒曾光阴。花子花苦苦不为我美呀美笑，等到那神王死亡去家夫人，他想的与我是一模样，不见得年轻人谁不是青春？他是自在请我帮，让我来当听走完毕。姑娘，来，姑娘，请说啊。姑娘啊，请我放肆过好地方，你可知世上多少有名人？莫非他有意把我来当听，让我来难他一难这生命？小姐呀，冬天之苦早早有，西边之苦千将军，南边之苦升天关，北面之苦李大生。着急3里，就是没有心走的。姑娘，万与你没有了，没有了。他为何不将走府里？不这一相分啊，难为情。姑娘，小姐，你要当听的是哪户人家？姑娘，那着急3里的后面你后面。前面是国人
从今儿我不穿针金繡衣，不穿针八折裙，不插花，不戴冠，不读诗书，不做饭。等到今年，来呀来！我哭哭啼啼。 写起天地来了，莫非小姐也有爱周相公之意？小姐既算真心相爱，那你就该脱身传接所中情。 好。
在
在了不凡开始就是一生。好，小姐请指教。故算是几才，故将了。这相公，你既真心相爱，那你就该待天公子一表真心。要死啦！等菜都未挂好，怎么一个个都睡着了？王表你，他在头上睡着了。拖他下来。哎呦，干谁？吵这么吵，家中一个个都死了人了。哎呀，大爷，你起得早。废话少说，快去准备。是。快去准备，快去准备。是。哎，大爷，是不是没有禀告老夫人？哎，我怕。我都不怕，你怕什么？那我去发帖子。不用。我画脚也不用。小大兵。哎呀，回来。哎，笨蛋。你道我千依百顺，是真心。既然我花言巧语，情绪尽，全将书房作戏堂，口里残缺并没成，但等鱼儿上鱼来。大爷谁道真高明，真高明。是。大爷，大爷，大爷，门外有人求见。今夜大爷事忙，一概不见。哎，大爷，是苏州才子做子山来了。此人刁钻剑客，今日登门拜访，今日要是去我不见。是。哎，远道而来，岂能不见？现下闭门岗，再以相见你。原来是苏州做子上，哎，国家是昂罪望天保。哦，居呀居呀！这兄远道而来，光临我山，真是万分欢迎啊！是欢迎。奇怪，王兄这是好客之人，请问王兄府上光灯结彩，为了何事啊？小弟他心。哦，原来是王兄接机，但不知娶的是哪家千金？这兄问的是哪家千金么？哎，是啊。朝日元宵宽内花灯，遇见一位美佳人，说不定是长梦下万来，要不算是仙女下天庭。我与他一见曲钟情，我马上
得真为不答应，他跪在我面前哭一句，我还要考虑3天再成亲啊！皇兄宽待奉喜事，我昨夜宽待早不应啊！什么不应啊？我与眼里最文笔，携手同一满花花灯，正在看得高兴时，多说有人乱纷纷啊！哭的哭来，叫的叫，原来是一只老虎藏进金鱼老虎藏进城，小的是我为不知情啊！这只老虎凶恰狠，掉进盆里看是本，身在皇兄差分拉多。哎，真将小的逼错身。这畜生东张西望要吃拉人，一眼观众最文笔，大叫一声扑上去，抢了就这么往倒奔，有人看见这出拉身，慌忙到家王府逃进我家，哎，不错，没有啊！有人亲眼看见。哦哟，听他话中带刺，分明是在说我啊！想我抢过多少女人，还从未弄错，带我去问过。这兄啊，那老虎抢的是什么拉人？是我眼里最文笔，周文斌他是乱世啊欢，那老虎男女都分不清啊，这话他叫做把得香。落在虎口送了命啊！听他话中是语，莫非我昨夜抢的是周文斌？哎，王兄啊，既然老虎未将周文斌抢进府来，小弟告辞。哎，这兄且慢。哎，我是。哦，这兄请坐。这兄，昨夜周文斌果真乔装改扮，前去观灯。不错。意料果然是在3月台前冲杀。啥？哎呀，糟了！我妹他这样。哦，想必王兄昨夜把周文斌送进你妹妹房中去了。哎呀，小贼呀小贼，这一下你以后得福了。王天宝，你周文斌一家亲
闻到小姐回房去。哎呀！当对过来从边将心花意乱上回房。大爷，你怎么又上来了？兰香，那姑娘呢？姑娘嘛，小姐归路之哎呀娘，，我问的是那姑娘昨夜守在什么地方？说的小姐归路之中呀。你可曾听他们都谈些什么？哎呦，谈的可多呢。真的？哎，骗你做什么啊？哎呀，你还不与我上来去？大爷，现在你不能进去，为什么？他们正在畅谈你。你还不与我娘开？小姐，小姐，大爷又上来了。妹妹啊，妹妹，姑姑你早，早，大爷你好。哎呦，看她这样漂亮的身材，真是专文并加班，险些上了竹子山的当。姑姑请坐啊！说大爷请坐。说，哎呀，看她讲的是说，分明是我妹妹她。此事也不能与妹妹折射，妹妹。姨姑姑，你今天讲话为我吞吞吐吐的，妹妹，你可知道她是何人啊？对不对的许大姑娘啊？对无敌的许大姑娘。姨，是你自己带她上楼来的，怎么反而问起我来了？幸亏妹妹上面发觉，待我对她下里去。走，随我下里去。妈，这位姑娘为人很好，我要留她独自几天。再次下去完得了。走，随我下里去。既顺是此，小生告辞了。啊！哎呀，将我来怎来问你？这夜长老政府，是来还去王兄冤了。走，随我下里去。且慢，姑姑你好。哎呦，马山姑姑她不在，为民做得秀英，秀女本是王金的，归是王家聚龙营。莫说是三岔儿东南山来句是那不动神心不用神。妹妹，来下，请老夫人。妹妹啊，我啥时知道男扮女装，我就是杀头也不会把她抢进门来。哼，老夫人到。哎呀，母亲！女儿为了何事？你去问他。儿郎，为了何事啊？你去问她。你是何人？为我来到我女儿房中？你去问他。哎呀，母亲！哎呀娘哎！哎呀，母亲！哎呀娘哎！哎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母亲，她是男扮女装，昨夜姑姑将她系在女儿房中。你，母亲。
是姑姑抢进门，此事实是传扬开，王府也免要对官军。哎呀，母亲，此事实被传扬开，此事要传遍杭州城啊！哎，母亲啊，女儿，为了顾及王秀英，可怜苦了罪恩女，我爷爷笑不成岁，今朝还将去公人。你是罪犯的人士，想不到他是罪犯的。当年曾来的母亲，真是冤家呀如风。倒不是立刻请他随同生，崔公子请坐。谢妈母，崔公子请。你本江南已在此，道德坟场甚结情，几辈小儿泪无腔，此事我也不再敢。天宝送崔公子出府去啊！自从昨夜被抢进门，家中必定将我心，今世计算回家去，家母听算分外意，我杀将曾经说出来。哎呀，母亲，家母今儿真主人。女儿，我说不嘛真经生，欺骗母亲不孝顺，昨夜那雨夜那。请老夫人来赐命，他话中有话藏深意，莫非是几次遥遥去随我王家到来追家的，咱们亲事不相称。崔公子，你本江南在此，今暖伴女长已免有14门，此事倘若传扬出去，欲恐还送你的前程，我看不得也怕。天宝送客是去马。此事我可不说穿，只可惜昨夜与神同关门。哦，是谁？恕罪家园之自杀。
今儿何事？朱大爷，有甚找你？哦。你们是？我们是王府家人，奉老夫人之命，请周大爷姑父议事。周大爷，大棒听着不认大轿，请周大爷上轿。哎呦，老夫人请我姑父，小嘴呀小嘴，这般喜剧我吃定了。王彪，哎，周大爷今日应罪繁忙，还是改天吧。哎，此事由不得你了。来呀，将周大爷上轿。哎哎哎哎哎哎！大爷，去！朱大爷真是神气妙算，孤算不是他所要。嘿，我还是不知兴亡去。大爷生命，找不到，我不跨去行嘞。老夫人，老夫人，我是说出山来了，你是死来了。他们来做什么？你大爷哪信得来？我信。是谁发的帖子？不知道，快请他们到花厅用茶。人家，他说老夫人乃是知书达理之人，若不是最初人家，为何不见老夫人亲自相迎？好礼，哎，却是老师亲自相迎。是，老夫人亲自相迎。一百个官，八木大人教子有方，这是好稻出好米，好木生好子，岂能不拜？他说的话，比木谷里刀还要厉害，只能让他马去。朱颜子，请坐。谢八木大人。举娘言之大名，今日一见，故不虚传。奇怪，奇怪，八木大人真是好客之人。请问八木大人，府上挂灯结彩，想必是八木大人最大之计。他明知故问，分明有意刁难。朱颜子，你真是读书得的多，了事写成苦。你看这上面写的是哦，原来是个大大的喜事，这都是闹出来的笑话。为大是岂可儿戏？故儿请沿着姑父，万万残缺，弥补过错。弥补在弥儿不
3步，请到裁缝店1步就好。哦哟，不是大叫，把小草带来。真是老鹰捉小鸡，一个宇宙一个心。做演者，请坐。八木大人与我指教。坐啊！这应小女王水明，但是闺中的配婚，当年与生来的母亲。就是本城最完璧。最完璧。三空小女少家教，难攀高情，不必答应。八木做事真英明，因为当年非答应。我3月份比4号雨，他的为人不做人。啥家小女陪着他，嫁了过去不高兴。好一个厉害的竹子山，好一个厉害的老夫人，话未出口，他先知听。我先出几笔来取胜。做演者，哦，颜色不明太谦逊，最文凭的为生我知情。4岁相隔1年多，老生常常记在心。俗话10千里姻缘一线牵，我后悔当初不答应。今日就是来重提，还请颜色来做媒人。桌子上这次说语话，从未让我做媒人。还请颜色来成全。世事晓得太聪明。做演者，老夫人，你老夫人，你将军老他们来做什么？大爷大喜都来拜我。请他们到花厅用场啊！哦，还有冯夫人主意是也来了。快请他们到花厅用场啊！哎呀，老夫人啊，我蛮多话为主，我可倒先来了。其中别有缘故。还请颜者看在老身份上帮忙成全。王老夫强亲，人恨，有了多少女儿身，杀杀了多少好夫妻，痛杀了
叫天宝听言者当面教训，这是天宝他怎么天宝兄也被人抢去了？哪里？老夫人，大爷找到了，神医都在啥干里，叫他出来。他不肯出来。哎呀，万不与我脱了出来！哎，不要吓坏了他。哎呀，王家喜事可真热闹，你后上你个桃子都来了。老夫人，大爷来了。去，畜生！是谁叫你发帖子做轿子的？我没有发帖子做轿子啊！你唱下的话叫娘难做神。哎，老夫人，禀老夫人，领王府王大人见到愿沈大人前来为大爷红喜。哦。既然两位父母过来了，就请两位大人公断公断。此事有何别惊动官府？王彪，在，请二位大人到花厅用茶，就是老身接他随到。是。畜生，还不快去请朱颜子帮忙整洁？去呀！叔兄。畜生，看你这家事完整不小。哎呀，天宝兄啊，下贱不多一位，你怎么挨了这许多啊？你这只老虎要变为糟粕了！你不要我，不要问，有谁好爱不过瘾？吃饱要不服虚上，对当鸡腿硬。我说你多上去了的，就是你父母平生少教训，生了你这个不孝子，生生小马不可恨。我劝你从此把子化为女，趁早起呀化为真，你若再把人抢走。哎呀，天宝兄啊！你再不慢慢来加成。朱颜子，你说也说了，骂也骂了，小女子是不请帮忙整洁。我之命小子也只好做命，只怕再问比他不肯得意，何况他神也不见，父子心照。周公子他就在我府中。啊，你别看了。哪里？天宝，请周公子到后堂跟说来监听见我。去呀！哎，女又开来了。花厅有茶。叔孙兄，小贼一夜不见，别来无恙啊！周公子，基于朱颜子为媒，将小女许配于你，你意下是何？只怕小者高攀不上。朱颜子，既然伯母大人硬要将小女许配给你们，你就答应了吧？是此恭敬不是聪明。夫人，新信毛已经备好。哦，新西马都做好了。哎呀，天宝兄啊，好事做到底，送佛送上天。你伴周公子后堂更衣，伴你妹妹出来拜堂成亲。去，畜生，还不快说说早吧？葬礼还是我来当，一切亲兵朱颜子做主。王彪，吩咐下去，一切准备定当，放请进府。啊，奴才，还不快说说话？